现代人压力真大，袂少人无食爱困药伊困袂去。因过国内外拢有相关的研究发现讲，你若食爱困药的人，得到失智症的风险比一般人增加2倍。若是食真个种的爱困药，更加会增加5倍。对了，这个代志，国内医师认为讲，这个爱困药都要食了有够济，食有够久，才有可能提悬治疗失智症的风险。不过也嘛要提醒咱乡亲，爱困药对咱的中枢神经影响真大，建议乡亲尽量唔通伤这个依赖爱困药啊。戴着安全帽，然后问要载我的人说我的安全帽呢，然后他就。你敢有定定无头前，这可能是你当事人啉伤济面包汤。不过你若是有老天讨，加上无食爱困药啊，就亲像伫咧眠床顶坐椅啊，困袂落眠。上药1个小时还是1个半小时，他就起来一次上厕所，因为他喊鸣，然后有时候讲很奇怪的话，我们睡也不好睡啊。有可能是食伤济爱困药啊，互你的记忆变歹。台大和阳明交大合作研究，食爱困药啊，65岁以上老大人，追踪10年后发现，食某一种爱困药的人，失智风险是一般人的2倍。合并食真侪种爱困药啊，风险悬要5倍。美国、加拿大、日本、韩国的国外研究同款发现，食爱困药啊，失智风险增加，有的风险甚至悬3倍。想要好好困一个，敢真正失智？高剂量使用者长期使用的话，使用这个药物大概会增加大概3到4倍的这个失智症的风险啦。那如果是低剂量使用或是偶尔使用的，应该是还算安全。会吃安眠药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开始中枢神经开始出现一些状况，比如说失眠，还是要找到它的原因。比如说它有可能是有一些情绪方面的问题，甚至有可能是神经退化的初期，有可能反而疾病跟失智的关联比较明显。那如果单吃安眠药，反而延缓了那个疾病被认出来跟治疗的方式。医师爱大家莫惊，不是食爱困药啊就较会失智。不过建议大家想要困得好，别当讲靠爱困药啊，你是血清素买不够。不过这血清素要去倒位找。所有食物里面最多的是香蕉，所以您或许听过说啊，我今天失恋，好忧郁哦，我们吃根香蕉。加食一个香蕉，看赢困之前食1粒药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